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6年的4月21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34篇，箴言第8章32节到第9章的第6节，彼得前书第2章第1节到第3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智慧之路。什么人是有智慧的人？简单的说，就是不要重蹈履辙，走冤枉路。老人家有句俗语话这样说：有样就要学样，没有榜样呢就要自己想啊。也就是说，能够听呢，就要听前人的劝勉，不然呢，就要仔细的去思考。所罗门智慧的劝勉，箴言第8章32节到第9章第6节，箴言也这样提到：年轻人啊，现在要听我，照我的话做，你们就有快乐。要听从你们所受的教导，要明智，不可拒绝。听从我话的人是多么的有福啊！他天天守在我的门口，在我门边等候，找到我，就是找到生命。他会获得上主的恩惠。没有找到我的人是伤害自己，恨我的人就是喜爱死亡。第9章，智慧建造他的房屋，立了7根柱子。他开宴席，杀牛宰羊，调制美酒，摆设餐桌。他差派女仆出去，在城里最高处呼喊：无知的人啊，来吧！又向愚蠢的人说：来吃我预备的佳肴，喝我调制的美酒。要远离无知的人而存活，要走智慧的路。愿意听劝的人是最有智慧的，是最有福气的人。彼得一再的劝勉初代教会的基督徒，应当要活出新生命的样式，要离开一切的恶。彼得前书第2章第1节到第3节，彼得说道：所以你们要排除一切坏事，不要撒谎、伪善、嫉妒，或是说人坏话，要像新生的婴儿，时时渴慕着那纯净的灵奶，好借着它长大得救。正像圣经所说，你们尝过了主的恩慈。基督徒要领受属灵的奶，在上帝的圣洁当中来长大成人，能够使我们得救。诗篇134篇，上主的仆人们啊，要颂赞上主。所有夜间在圣殿侍奉的人都要颂赞他。你们要在他的圣所举手祷告，你们要赞美上主。愿创造天地的上主从西安赐福给你们。恳求慈爱的上帝帮助我们活出美好圣洁的生命，使我们得救，引导我们离开罪的道路，跟随上帝的脚踪而行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